咁坊間流傳咧，生蛇圍一圈就會死嘅喎，究竟呢個講法啱唔啱㗎？講起生蛇，首先要了解一下水痘，因為兩者都係出自同一個水痘帶狀疱疹病毒嘅。雖然吹完水痘之後好快會好返，但係其實病毒永遠都唔會離開我哋嘅人體，係會一世都潛伏喺我哋嘅神經線入邊，埋下日後生蛇嘅危機。全香港39歲以上嘅人口嚟計，其實係有高達97% 嘅人都帶有水痘病毒，所以千祈唔好以為生蛇唔關你事啊！一旦身體免疫力下降嘅時候，條蛇隨時會上身之餘，更可能會引發之後嘅後遺神經痛，以為好返，但係仲會出現電擊、荊棘咁嘅劇痛，令到好多病人都會叫苦連天。除咗年紀大嘅人會容易生蛇之外，其實唔少人都會忽略咗其他因素，例如係壓力大啦，曾經患過新冠，有長期病，例如糖尿病、心臟病、慢性腎病等等，其實都會增加生蛇嘅風險。而帶狀疱疹之所以被稱為生蛇，其實係因為病毒係會沿住我哋嘅神經蔓延，紅疹啊、水泡都會呈帶狀嘅分佈，睇起嚟就會好似一條蛇纏繞喺我哋嘅身體上面咁樣。至於生蛇圍一圈就會死呢個講法，其實係坊間嘅傳言嚟嘅啫，係冇醫學根據嘅。人體嘅神經線分別分佈喺身體左右兩側，大部分嘅生蛇個案都係沿住單側神經發病，出現喺頭部、肩頸、身軀、後背、腹股溝，甚至係私密部位。生蛇更加容易發生喺免疫力非常低嘅患者身上，例如係癌症或者係長期病患者等等。呢啲原有嘅疾病會同生蛇互相影響，加劇病情。例如生蛇有機會會增加中風嘅風險，而慢性腎病嘅患者生蛇就有機會令到佢哋原本嘅病情惡化成為腎衰竭。生蛇令人擔憂嘅係佢可能會引致嘅併發症同埋後遺症，所以高風險人士更加應該要及早接種疫苗，唔好俾蛇禍上身。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就係有一個婆婆，佢因為肺炎入咗醫院。咁佢喺住院嘅期間，可能因為休息唔夠，咁個頭痛就開始出現。咁但係住院嘅時候，醫生開咗止痛藥俾佢食，但係佢嘅頭痛持續都冇改善。去到個肺炎好返出院嘅時候，第5日佢就嚟咗個診所睇我。咁我同佢做詳細檢查嘅時候，就發覺佢呢個頭髮下邊嘅頭皮已經生滿咗紅疹同埋水泡。咁去到嗰個時候，我就診斷佢為生蛇。咁亦都係去到呢一刻，佢先知道自己係生蛇嘅。咁但係因為佢嘅情況已經過咗黃金72小時，咁所以其實佢都唔適合再服用任何嘅抗病毒藥。咁但係佢嘅病情只可以靠一啲非常強嘅止痛藥去控制。即使係咁，佢嘅頭痛都依然持續咗2至3個月。喺呢一個過程，即使佢 keep 住食藥，但係佢自己同埋佢屋企人都受到個病情非常困擾。無論佢嘅生活同埋瞓覺都受到嚴重嘅影響，所以都希望高風險嘅人士可以盡早接種疫苗，好好保護自己。